大人，大理寺传来消息，您可以动身了。有灰。既然做不好事，那就该死。好一个圈套！不过就凭你拦不住我。那再加上我呢？别拖我后腿啊！还不束手就擒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还记得被毒杀的唐官和老李头吗？那唐官死后，我们羁押了给他递水的狱卒，也调查了一直给大理寺送水的老李头。这个老李头死了吧？是，属下失职。那次事件后，我暗中进行了内部排查，还真找出一个人来，不过一直没有动他。教主提的条件，你尽管答应便是。只要不有违律制良俗，胡某都好办。他开不开口不重要，我们只需让幕后之人认为他开口了便是。胡说！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。闭嘴！禁止交谈。进了地牢还敢这么嚣张？你要再敢多说半句，鞭刑伺候。胡大人，你算到了一切，不过有一点你们没算到。没算到你比我们想象中更准。你没算到我的武功。大言不惭！纯阳剑，果然是好剑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这把剑的原主人，让我以此剑斩杀你这个首恶元凶。
不认识。曾生，在。去查查大理寺通缉令，有没有能和这张脸对上的？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太容易了？武帝是江湖各大门派按照武功评选出来的，我作为胡帝，位列五帝之末。明帝他排在第4，刚刚与之交手的时候，虽说他的武功也不算差，但要说是当世第4，实在是有些牵强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线索全断了。你的主子已经死了，现在可以交代了吧？好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。7年前，是明帝大人把我从4人队里救出，从那之后，他便把我安置在西域养伤，直到前年，他把我召回，说有一件大事要交付于我。所以，你就到了神都，建立了血神教。对，一开始我们就只是诵诵经，讲法，直到2个月前，明帝突然召见我，说要用年轻女子的血液来搞祭祀。后来你们就都知道了，我们血神教杀人放血，制造恐慌。你之前说李作将军府被屠之时，背后主使是朝堂主人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只知道，如今那个人身居高位，但具体是谁，我并不清楚。当时我在双月只是一个小喽啰，跟着头目干了不少受雇杀人的恶行，最终同室操戈，死伤大半，也算是报应不爽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但求速死。这倒不难，但你若想死后留个全尸，不被扔到荒野被野狗分食，你得答应我一事儿。什么事？把血毒的解药交出来。老三死了。大理寺里面有胡正义这个老狐狸，哪这么容易进去杀人呢？不过老三死的不亏，凤凰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又牵扯出血神教，只怕不牺牲一个影子，很难交差呀。胡正义，血神案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？剑心兄弟，看来你恢复得很好啊。胡大人，你帮我要血毒解药，我承你的情。但是这个案子就这么草草了结了，还在外面贴告示昭告天下，这件事情是我难以苟同。血神教覆灭，作为元凶的教主也被判了斩立决，为什么不能结案？又怎么能算是草草呢？可你心里清楚，这背后还有主使。就是因为这背后还有主使，所以我们才对外宣布结案，让其放松警惕，才能
露出马脚。当下，对方时刻提防我们，我们什么也查不出来呀。圣人怎么看？这就是他的意思。就是他的意思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个江湖中人，练邪功招信徒，非要在都城胡作非为，引起朝堂的注意。除非他就是想在都城掀起一场最大的腥风血雨。明帝那个替死鬼，跟他比起来，还远够不上格呢。你是在怀疑孙成姐？我敢断定，他一定牵扯其中，只是不知他这官上是否还有官。我们可待他们再次出手。啊，对了，你要我给你调的李作案的卷宗，我给你调。选。胡正义这个老鬼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对他百般庇护，就该让我一剑杀了他。我打听过了，大理寺并没有真正开始派人追击，或许真像他说的，走个过场。你管这叫过场？现在告示贴的满城都是，我以后出门都要鬼鬼祟祟、提心吊胆的。放心吧，只要我在洛阳城一天，就算你被人抓进去了，我也有办法护你周全。西域，为什么突然去西域？方才
圣人召见了胡大人，将西域开市一事全权交与大理寺负责，让我们去西域密谈，与外来使臣节通商之好。胡大人让我通知于你，你也要一同前行。看来此次西行没那么简单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孙承景安排的吧？不错，让我们前往人生地不熟的西域，既可以将我们隔绝在尚未查明的血神案和凤凰案之外，还能在沿途当中做点天灾人祸的手脚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那你觉得胡大人会没想到这些吗？1个月后，在凉州有一场摘天灯大会，虽是凉州刺史提议举办，但关乎了我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。圣人将此等重任交于我大理寺，我等岂有抗命之理？也是。好了，收拾东西，明日启程。他这招是野兽出动。哎，你使唤谁呢？没大没小的。先从头开始切。你们都快点快点啊！哎，后边都跟上，把这个箱子放那边。刘老太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呀？大人啊，快来看，好热闹！哇，你们快看，这是哪家在娶亲啊？大人，出门逢喜事，这可是好兆头啊！明明是喜事，可是他们家为何挂这个呀？晦气！这灵州什么破习俗？这大好的日子，非要哭哭啼啼。你看这花轿，你看那彩礼啊！走！放开我！你个死老婆子，翠儿出嫁，你在院子里发丧啊！你把女儿推进了火坑啊！走！那将军府是冤魂居住的地方。算命先生说了，咱家翠儿八字属木，五行纯阳，专克妖魔鬼怪。别人，你这个财迷心窍的糟老头子，我才不信你！我不信。刘家婆，许家的彩礼你已经收了，这人今天我必须带走。走，松手！行了。大娘，我问一下，这灵州城的将军府，莫不是已故李作将军的府邸？就是他家，现在里面住的是许员外家。既然传出闹鬼，这个许家为什么不搬走呢？许老爷当年走祸时遇到土匪，嫁出去的被李将军救下。李将军死后，他买下宅邸，也算是为将军守门。哎呦，这样有情有义的一家人，李将军在天有灵，也不会害他的呀。起轿。大人，这明显不对啊！我去问问。哎，老婆子，大娘，您不愿意嫁女儿，是因为那个宅子里面有鬼魂作祟吗？当年李将军府血流成河，那些冤魂可凶了，全灵州城都知道。哎呀，我这做了什么孽？大娘，那冤魂可曾害过人？没害过人，那还能成为凶魂吗？那许家娶了多少任妻子，哪一任不是死的诡异呀？哎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建兴，你怎么看？李家满门忠烈，即便是身处九泉之下，我相信，也绝对不会化作凶魂。说得好，这次你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各位，既然我们遇上了冤情，我们身为大理寺人，不能坐视不管，一为黎民百姓，二也不辱李将军的清誉。可我们公务在身，还要赶路啊！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从灵州到凉州，时间足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
赶赶路便是。是啊，大人，这明显就是强抢民女啊！对啊，大人，那女孩太可怜了，您可一定要帮帮她。好，既然诸位对此都无异议，那我们就借贺喜之名，去他府上探个究竟。夫君，你看，石剑星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少说两句。剑星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快让娘看看。夫人，你就是太宠他了。说说吧，这回又去哪里野了？你就少说两句吧，看看还在瘦呢。宴席啊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娘还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糕。走，该回家了。剑星兄弟，看似触景生情啊，应该小的时候随父亲来过这里吧？胡大人，你也曾来过这里吧？惭愧，我虽与李将军相识多年，但只在神都拜会过几次，未曾踏足过灵州啊。大爷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，赶快点，再高点啊！往右！哎呀，高点儿！哎，高点，高点！往左，往左！好吗？往右点，往右！这位仁兄，请问，这谁啊？不知道。大人，这下人很是奇怪啊。干什么呢？抓紧干，别误了时辰。不知几位是？在下胡礼，原是广元商号的牙快，近来携家眷云游四海。这位是我的女儿胡来来，这位英武的少年是我的儿子胡图，这位玉树临风的小哥是我的随行侍卫。胡某今日途经灵州，幸闻府上有喜，特来恭贺，备了些薄礼，万望效留。快收下，真是太谢谢了。婚礼安排在明天，几位贵客不如在府上小住2日。我们府上许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承蒙招待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巧儿，随我一起带几位贵客去客房。是，老夫人。请。姐姐请。
不瞒各位，这是在为小儿的先夫人做法，怕他们在下面不得安宁。这不像是让人往生啊，倒像是在镇魂。想必各位也听说了，小儿许气言先前娶的几位夫人，都是在这个房子里死的。外面传说，这是李舵将军的鬼魂在作祟，纯粹是无稽之谈。当年李将军救过我家相公的命，我们徐府上上下下都感念李将军的好，但外人哪里信？这几年办喜事，愿意来祝贺的亲朋都没几位呀。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魂，要是真的有，我倒想会一会。哈哈，年轻人，要知敬畏，可知那冤魂可在看着你呢。我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公子，这就是您的客房。谢谢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怕。姐姐不怕，娘在呢。一会儿，不管看到什么，都要像你爹一样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，娘带你去咱们之前玩捉迷藏的密室，咱们一定要藏好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藏好啊！走。小公子。巧儿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给你，这是我从厨房悄悄偷出来的，差一点就被我娘发现了。谢谢公子。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桂花糕了。这些都是你的，慢慢吃，别急。李建香，小子，刚才是不是又去厨房偷东西吃了？你给我站住！巧儿姑娘，好久不见。刚刚徐老太叫你巧儿的时候，还以为重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公子这些年变化可真大，巧儿一时都没敢认，只是没想到后面会发生这些事儿。也算幸运，你刚好去厨房偷吃桂花糕，在柴火堆里睡着了，才躲过一劫。是啊，只是自那之后，我与小公子各自分别。这12年，我再也没有听到你的消息。这些年，你活得很累吧？我还好，倒是你，怎么又做起丫鬟来了？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，就是当丫鬟的命。况且，李夫人当年待我很好，我对这个地方总归是存着一份感情的。对了，巧儿姑娘。帮我一个忙，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与我同行的那几位。公子放心，巧儿明白的。谢谢。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剑仙兄弟，剑。剑星兄弟还真是招蜂引蝶呀！听胡大人的语气，
嫉妒了？先前大理寺有一个案子，一个花心男因为四处留情，被几个女子活活分了尸。剑星兄弟，你可要小心呐！胡大人费心了，我李剑星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不怕扮演鬼小门。找我何事啊？徐老太今晚请我们吃席。老夫人，客人到了。贵客，快请进。老夫人，快坐吧。谢谢。大家都坐。你一个侍卫，怎么能僭越入席呢？糊涂公子，若是觉得好吃，不妨多吃一些。谢谢老夫人款待。来，大家举杯共饮。好。哎，谢谢。请。哎，夫人，令公子怎么没来？哦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今晚就由老身来招待各位。哎呀，这许公子真是好福气啊！听说这位新娘子生的是花容月貌啊。方才贫道算出，徐老夫人这子女宫流年破军化科，想必不出半年便可开花结果呀！哎呦，那就借大师吉言。哦，大家吃菜，别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请。哼，道长为何？滨州晋阳香火甚旺，道长就没想过回滨州发展吗？像贫道这样，做一个酒肉道士，一生逍遥自在，何须回乡啊？也有道理。请。怎么了？继续吃。来，喝酒。我这一儿一女，平时缺少管教，哎呀，惭愧呀！很好。喝酒。侯公子请。哎呦，喝得真快啊！好你个李建兴，真是个花心大萝卜！才认识人家姑娘几天就开始你侬我侬的，干脆好事成双，你们两个也拜堂成亲算了。怎么有人在唱戏啊？
这么晚，谁在唱戏啊？云烟，云烟，抱歉，天色太晚了，我认错人了。你是？在下许七言。原来是许公子，我不是故意要闯进来的，我是胡来了。我刚刚就在那儿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在唱戏，我才过来看看。姑娘也喜欢听戏吗？那个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来了，姑娘，我送你吧。不知可否问一下姑娘的生辰八字啊？许公子说笑了，哪有一见面就问姑娘生辰八字的？我还是自己先回去吧。云烟，你很快就能回来了，很快。各位贵客，且坐。老身啊，有些乏了，明天早晨还要安排婚礼，老身先告退了。好，多谢夫人。你们继续，继续。我们再喝几杯，跟我老乡。对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夫人慢走。哎呀，来，满饮此杯，倒满。对，酒逢知己啊，千杯少。儿子，来，敬你叔叔一杯来。那一起，来，一起，碰一个。坐。小子，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？我们几个刚来灵州，这其中真相啊，确实不知，还望老乡道长解惑呀。其实这里呀，闹鬼。道长说的莫不是12年前将军府的冤魂？这一路我们来灵州，听了不少这样的故事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话说，这许家大公子
您的意思是说，徐府闹的鬼是云音？那如果许七言和云音真的相爱，他又是被他照顾病死的，道长，我问你，何必生出如此大的冤屈，变成作祟的冤魂呢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病死的呢？病啊！我看你才有病，大晚上的不在自己房间睡觉，跑我床上来干嘛？嘘！我刚才起夜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特来找你商量。我看最奇怪的人是你吧？你听我说。一个满脸长发的女鬼，突然就消失了。对，胡大人，怕不是做了亏心事，被女鬼缠上了吧？你以为我是你啊？我真的看到了，那女鬼。住手！哎呀，扶众还来！哎呀，许公子啊，你把它给我！哎呦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妖道，害得云音她不得安宁。哎呀，许公子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云音姑娘安息。你怎么不知好歹呢？你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徐老夫人，哎呀，徐老夫人，你可来了呀！若是任由令郎再这么胡闹下去，贫道也爱莫能助了呀！刚才贫道在房中听得真真切切，那一声声的唱戏声传来，想必各位也都听见了吧？我听到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也听到了。哎，那便是云音夫人的鬼魂在作祟，前面几位新夫人都是被她害死的。你叛国呀！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你还要对那个女人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她不放过你新娶的妻子，就是想让我们许家断子绝孙。你不懂，你们都不懂。云音她在乎我，因为云音她在乎我。不准再见符咒！你呀，徐老夫人，你看看这，哎呀，这都早前了呀！哎呀，你这可怎么好啊？这，哎，我来，我都给你捡起来。哎，我一点不剩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呀，哎呦！巧儿姑娘，许七言的先夫人，她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云音夫人在我来徐府之前就已经过世了。不过自那之后，府里时常有人听到她的声音。我们家公子也一直忘不掉她。这戏台也是因为她生前爱唱戏，所以才搭建的。忘不掉，还一直娶亲呢？
想娶亲的不是他，是老夫人。我们公子拗不过，可娶来一个死一个。大家都说是云英夫人的鬼魂善妒，容不得丈夫再娶新人。小公子，这个府里现在确实怪异得很，我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为妙。那巧儿就不打扰公子休息了。天地为证，日月为媒。今有新人许公子和柳小姐两情相悦，缔结连理，请新人行成婚大礼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大人，明明是婚礼，看这帮人全哭丧着脸。大抵是因为夫妻对都会出拜事儿吧？哎，白天怎么没有听到那诡异的声音呢？这白天闹什么鬼？这鬼啊，估计去地府休息了。李成，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少喝酒。等宴席过后，我就去守着。我倒要看看，他是谁。乖儿子，巧儿姑娘，巧儿姑娘，巧儿姑娘，我房间钥匙丢了，你有备用的吗？啊，有的。谢谢。我还有事要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哎，巧儿姑娘，不知是否方便问一句，你与我哥是？有事瞒我？合卺酒，锦帐勤缱绻，月圆花好。二位请用。相公在看什么？云英应该是要来了。夫人别怕，没事的。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公子他不是坏人，只是有一些忘不掉云英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
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好吧。人生得意须尽欢。老夫人，今日啊，我们难得欢聚一堂，喜气洋洋。这酒啊，是越喝越有味道了。哈哈哈哈！干！干！干！敢问夫人芳龄啊？看你说的，说笑了，说笑了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什么芳龄啊？我家还钥匙。我也去。啊，你俩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侍卫吗？大人都喝多了，给我留这儿。不，大人，我这退下。好。许公子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我们再喝一杯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来了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走了，还看？唉，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胡大人和徐老太那么，那么没羞没臊。想想就让人觉得头皮发麻。你说的太对了，甜甜，刚刚你不看到了吗？胡正义这个老头子一把年纪了，在里面谈情说爱，羞不羞？唉，李建兴，我看方才巧儿收钥匙的时候，他对你十分照顾，看来建兴兄自有家人关怀。怎么，曾大人是羡慕我有人关怀？哦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有人关怀固然是好，倒不像曾兄这般无牵无挂，好像也是一种逍遥自在，对吧？哎，他说我没人要。哎呀，你这么高的个子，还跟一个小女孩在那告状，好手！建兴大哥，你可真是魅力不同凡响啊！才认识巧儿姑娘几天啊，就连喜好什么都让人家知道了。干脆好事成双，你俩一块拜堂成亲算了。哼，还桂花糕、绿豆糕爱不爱吃？是啊，李建兴，我看那巧儿也是风韵犹存啊，不如你去和她共度良宵，让我和甜甜在这欣赏雨景。哎，曾大傻子，你那点小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了？还风韵犹存？你那退化的猪脑能不能动脑子想想？从你会不会？确实是上吊而死，而且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怎么说？根据死者脖颈上的勒痕方向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是被人勒死的，而且地上有秽物，这是上吊而死的人会出现的失禁情况。哎，你们快闪开！啊，这究竟怎么了？没了！哎呀，怎么都没了？我的那些法器呢？符咒呢？啊，还有那幅画去哪儿了？许公子，
是你所为吧？你这逆子！徐老夫人呐，这可实在怪不得贫道了。这新娘子分明是云音夫人的鬼魂引诱来自尽的。还有个疑点，如果柳氏是自己走过来自杀，那她的足衣为什么这么干净？所以，凶手是将失去意识的柳氏背到了这个案发现场，然后再吊到了这个房梁之上。各位，报告。今天晚上，所有人都在现场，可唯独道长你不在。可否告知在下道长当时身在何处啊？我，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我一直在自己的房中歇息啊。今日白天能去参加婚礼，已经是给徐老夫人最大的尊重了。至于那晚宴嘛，贫道心有不忿，自是任何山珍海味也无从下咽。那道长可否回答我，是否有人证可以证明您当时确实在房间之中？这公子所言何意啊？贫道已经说过了，贫道一直在自己的房中歇息，自然无旁人作证了。那么如此说来，道长所说的话就无从考证了。我大师，老身可是花了大价钱请你来做事，可现在还是死了人了。徐老夫人呐，若不是令公子如此这般，那冤魂怎会出来害人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云音的鬼魂害人？这还……云音就算变成了鬼，也是好鬼。什么？好鬼？好，公子大可以继续这么想。归根结底也不是贫道断子绝孙。老夫人，可另请高明，贫道即刻启程，从此后再也不会问徐府的任何事务。大师，冤孽呀！没事，你们聊，就当我不存在。你在洞房里服侍柳氏的时候，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奇怪的地方，我们家公子一直神神叨叨的，新娘被吓到了。相公他一直都这样吗？有一些忘不掉云音夫人。夫人，您别怕。我酒吃多了，有些乏了。那奴婢帮您卸掉钗环。走吧。公子离开后，他看起来心情也不太好。巧儿姑娘，我来还钥匙。好的，我马上来。
夫人，来来姑娘过来还钥匙，我先去拿。去吧。巧儿，钥匙还给你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忙。走了，还看？夫人，那奴婢先扶您去休息。走吧。帮他洗漱完，他就要睡了，而且还穿着婚服。夫人，那您先休息，我先下去了。去吧。之后我去了厨房，想到新娘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怪可怜的，就想送些吃的过去。真是麻烦巧儿姐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还可以来找我。行，那。我陪来来去还钥匙，见到了许七言进入了前厅。等我们还完钥匙回来，发现他还在前厅，所以并没有。